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月初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5例境外病例，之前有2例境外病例，因为是伫防疫旅馆未着病，所以改做本土病例。台湾股市新年的头一天就开暗盘，伫台积电等电子股的带动，盘中上最起161点，指数又搁创历史新高。顶礼拜，香港的立场新闻高层红了宣布要停止运作，再另外一间网络媒体众新闻也宣布停止营运。新闻开始来看，咱过来今仔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毋过增加25例境外病例。另外，之前有2例境外病例，应该是伫防疫旅馆未着病，所以改做本土病例。目前防疫旅馆确诊民众的接触者，甲采检拢是阴性的。也毋过，因为欧美国家的病例数是一直在升悬，所以国内民众嘛爱特别细腻。咱来听指挥中心伫下晡上届新的说明。那今天我们本土病例0，死亡个案0，那境外移入的是25例。就去年12月28号、12月30号公布的案17058及案17099。好，那经过我们疫调之后，我们判定这为本土的案例。这样的一个 CT 值的变化，认为在17085的染疫的时间应该相对比较早，是在旅社里面受到感染。欧洲、美国基本上这每周基本上都是垂直的就往上升，上升的速度非常的快在欧美的国家里面，人流大量的移动病例数的增加是非常的惊人。原来的17058居家隔离者原来就是同住者3人，那3人是阴性，家里的人都是阴性。那同楼层的有9名那代采2名，那其他7名是阴性，其他楼层的部分14名，那代采4名，那现在其余10人采过都是阴性。再来看昨暗台北市传出讲有3间防疫旅馆发生群聚感染，若是确定的话，佮加上之前的3间计共有6间防疫旅馆有烧毁事件。今仔早起，台北市长郭文德是强调讲，目前只有进前公布的3间，有1间国小幼儿园有未着病家长要去接送囡仔，1间幼儿园这2天先停课，也毋过国小是照常上课。2022的头一个上课的日子，到学校上课的学生陆陆续续入校门。只是台北市这间国小的附设幼儿园，有风声讲有确诊者行打过，停课2天，难免让人心惊惊。学校强调出入口分开，嘛有启动防疫机制。从局里面通知以后，学校就启动了防疫的机制。那校内也开了那个防疫的会议，那会给家长的一封信，那也会告知学校目前处置的状况。昨天是完成33位，就是家长没有进学校，其实就还 OK。我觉得应该还好，因为我还蛮相信学校防疫的那个。这个确诊个案嘛，引发防疫旅馆群聚感染的记录，累计到目前为止，台北市总共有3间疑似防疫旅馆群聚的案例。不过初二暗时，阁有风声讲疑似有另外3间防疫旅馆嘛有群聚的案例，分别伫中正区甲北投区。这若是事实，台北市阁有6间防疫旅馆发生同款的代志。不过台北市长郭文泰强调，敢若有3间。那个如果同一家防疫旅馆。有好几个案例，我们就查到空间、时间上有没有可能的相关性。这也是个 double check， 不然有时候会见树不见林。那什么6家，拜托，那只有3家而已，有6家。所以目前为止，就是已经公布的这3例是比较中央到现在是我们认为说比较像疑似群聚感染，其他有可能是在同一家旅馆，但是完全不同时间进入的话，我们不会说它是疑似。最近境外确诊个案拢有2位数，副市长黄珊珊指出，必须要精准调查互相的关联性，才会当做出判断。郭文泰阁要求防疫旅馆人员一定要完整注2剂疫苗，满5个月阁再注第3剂，做好防范措施。记者台北综合报道。防疫旅馆传出有烧毁事件，有学者是质疑讲，应该是防疫旅馆的 SOP 出问题，建议对美国入境的人应该要集中检疫。另外，台北市阁有1间防疫旅馆暂时传出讲有烧毁事件，有一个民众伊检疫完成了，登去处理，要去幼儿园接送囡仔有专家就真烦恼讲，因为国小甲幼儿园囡仔也未注疫苗，若是未着病，有可能就会造成社区传染。台北市一间防疫旅馆疑似阁发生群聚感染，2个确诊者住伫隔壁间，拢去挖着 Delta， 其中1人按17181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已经完成检疫登到社区。
搁捌到幼稚园接囡仔，虽然相关接触者初步采检拢是阴性，不过有专家烦恼，幼稚是还未做过疫苗的族群，万一不幸染病，也是有社区传播的风险。幼儿因为没有接种疫苗，当然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幼儿的活动力跟大人来讲，它只是局限在家户的范围里面为主，所以它接触的范围比较小。另外，这间防疫旅馆直直传出群聚事件，有学者认为，防疫旅馆的人员虽然经过训练，不过旅馆不是医疗院所，无论是动线、环境，也是空调等等，拢也是有风险。只要 SOP 的细节无执行周至，就可能出现防疫的空棚。基本上还是不外乎环境跟人两个因素。检疫旅馆里面的通风，它的排风相关的设备是不是只有内循环？那这可能是不行的可能它还是要有对外的循环，能够把空气排出去。学者强调，因应存在检疫专案的实施，防疫旅馆增加的速度紧，不排除部分环境条件无符合规定者，也拢申请做防疫旅馆。建议中央应该要有防疫旅馆的退场机制。另外，考虑最近未少带病入境的确诊个案拢是来自美国，也建议甲美国改列做高风险国家，入境者改到集中检疫所14天，来降低防疫旅馆也是社区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湾股市新年的头一天就开红盘，伫台积电等电子股的带动，盘中上最起161点，指数是18379点，是历史新高哦。也毋过最后收盘是有个600外点哦。有分析师表示，台股已经连续3档，一档平均哦拢起2成以上，所以今日开始修正，就要特别注意。台股盘面红起期，新年度第一个交易日以起41.39点开出了后，指数一路向前冲。伫台积电大起16块，股价有631块，甲被动元件等电子股斗阵上攻的带动之下，大盘大起161点，来到18379点，佫创历史新高。目前大盘起的幅度小可较少一点啊。整个大盘气势如虹，重点是台积电啊，台积电最高时候盘中涨了16块钱。我个人觉得说，看起来因为美股还是一个多头的格局，加上过去2年外资卖了将近1兆台币的台股啊，也许美股强势的话，有机会让外资回补。那最重要还是要看产业的基本面。出市场回顾过去3年，除了2019年台北股市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大部分拢有袂歹的表现。分析师表示，台股已经连续3年年平均起幅度有20%。伫高动之下，未来大盘要有更较侪资金，甲更较好的产业基本面推升，才有希望高起来。学者认为，伫全球股市大起之下，衰期是毋是出现起这个回修正是观察重点之一。台湾的股市啊，我说为什么一直都还没有泡沫化？就说这是因为这2年，因为中美这个贸易大战的关系啊，是把这个基本面这些产业引回来哈，那救了台湾这一次啊，有这个支撑在啊，科技业都蛮赚钱的，所以他们分红也蛮多的，所以说这个泡泡目前还撑得住。学者认为，包含 FED 升息、通货膨胀升悬、经济成长将不如预期这因素，拢可能让全球股市伫今年第一季个修正。建议投资人依然爱细致研究。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去年12月12日的大停电，台电顶礼拜甲停电的检讨报告送到经济部，也毋过媒体是指出讲，报告的内容写着讲，专家认为有3解会当避免停电的处理，也毋过台电是拢无注意，因为内部变压器的监控标准上过旧了，嘛已经无更高的效果。另外嘛批评讲，台电的检讨报告根本无重点，落实遮尔松，未来有可能会个造成大停电。去年的12月12日早起9点外，湘北地区大停电，影响到30万5000户。台电对外表示讲，因为变电站的变压器导火，引起回流器跳起来。不而个有平面媒体报讲，台电伫个顶礼拜送交检讨报告到经济部，专家学者拢点出讲，报告的内容拢经无要紧的来讲。直接批评台电的警觉性伤低，不而个台电是驳回讲跳电的原因，还佫咧查，还佫无把这个报告送予经济部。现在还在相关的市政分析当中，所以今天媒体讲说已经有事故报告送到经济部去，这个消息是不确实的。所以我们会再继续再去探讨一下这个事故的原因成因到底是什么，然后也会做一些水平展开。
来防范这种事故再次发生。根据报道，台电的检讨报告有学者认为讲，伫个1大停电进前，捌发生过3大爆头，包含有去年11月24。这个油中内底的气体，甲分析起来有发现到氢气增加3倍，不过伫个短8天内，佫定定去检测到12遍，还佫无发现到这个问题。毋那安尼，伫个同一天，还佫发生，便若是这个变压器有小可故障，佫会发生这个气体的时阵，都有普起电压的第一警报，因嘛无发现到。面对这个警报一直出来，因的警觉性无够。12月初2、初8。同款的区间的电缆已经发生过2摆导火的事件，嘛无较早甲晚。因为基本上有3道环节可以防止类似的大跳电、大停电，但是每个环节都失灵，表示台电的管理上有重大的缺失，而且文化非常的松散。我们希望经济部还有台电必须痛下决心，好好检讨，不要让螺丝掉满地。去年发生了3次的大的跳机意外，这个让国人已经很难忍受了。那如果说是盘点一下，把这些有地方抗争的机组更新，那如果哪些抗争的，我觉得也可以列一个表给立法院或公诸于媒体，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在哪些地方遇到了哪些民意的问题。那这一点以后大家留作记录，大家以后可以慢慢检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公开、透明、负责任的做法。对这个台电的检讨报告，哪力的立委拢认为讲，台电有较轻巧一寡，应该爱彻底检讨。经济部国营会表示讲，报告还佫咧审查，各种的原因还佫咧查，会来要求台电补充修改到完整为止。记者综合报道。无党籍立委林昌泽罢免投票，搁剩1礼拜。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早起嘛出面相挺，总调挂见面是强调讲，无徛出来伊暗时会困袂去哦。针对民进党全力动员提出罢免的团体是认为讲，林昌泽甲民进党应该要好好面对外界的质疑。罢免林昌泽。民进党第一党团干部伫街路摆柜牌，宣传支持无党籍立委林昌泽罢免案初9投票，剩1礼拜，伊一叫反罢免票。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表示，林昌泽定定互总调进步，是优质立委一定要继续留伫立法院。我们不一起站出来吼，很讲于心不忍，暗时嘛困袂去啊，主要是安尼啊，很优秀的，我应该讲。他不应该受到罢免对待。那大家从立法院里面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到今天在街上也跟我们一起并肩作战。我相信我们1月9号一定是可以让一定可以安然度过，克服这一个难关。民进党全力动员支持林昌泽，选前之夜，总统蔡英文佮传出要登台助阵优待声势。无党籍台北市议员林荣君甲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碧雅是发起反向投票强行巴士。诉求台中二选区甲中正板甲区青年应强制，要拼赢的投票率。总统都要亲身来帮林昌佐站台，以林昌佐的角度来说，可能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峻。那你今天好像是绕了很多人，就代表你很会做事，这完完全全是违背一个应该要代表在地民意的立委该做的事情。面对反罢抢镇压大动作宣导，罢抢团体批评林昌泽应该好好面对在地选民，将这期讲清楚。剩1礼拜也积极启动宣传，即将会伫各地市场发单，也陆续挂罢免的布条。选前之夜活动也在准备，要以在地国民团体实在力战来拼政党选投。记者综合报道。之前高雄一家伙仔4个人，互人啉酒赛车弄着，妈妈已经过往，爸爸甲查囝3个人哦，搁伫病院。虽然病院是表示讲会协助所有需要自费的医药费用，也毋过后续福建甲生活，互林家已经75岁阿嬷是真烦恼哦。即马伊嘛表示讲愿意来接受社会爱心捐款咯。铁门放落来，无人伫厝内。厝边讲林家阿嬷透早就出门，逐工伫病院徛，加这2个所在走踪，其他的人拢伫咧灵堂斗3工。早上我有遇到他呢，他就说要去医院了。所以他已经去医院了。对啦，他讲他大孙女今天还要开刀了。
去年底，姓黄的查甫人食酒赛车弄到一口罩4个人，造成妈妈死亡。这爸爸甲2个查某囝当咧病院治疗。虽然病院有互因自费医药费的补助，不过死亡的妈妈甲住院的爸爸是主要的经济来源。这车好了后，因规家厝只剩阿公阿嬷伫咧协助这的代志，也互因对未来感觉真迷茫。哥哥跟嫂嫂还是家里的经济支柱，那爸爸妈妈这边也都退休了。他们的路还很长，所以我们才会希望说，就是借由募款的方式。厝内面的阿嬷已经退休也有75岁啊，不过即马决定要重新开业，甲人加头章趁钱。家属是唔甘阿公阿嬷继续开去外口趁钱，决定要接受外界捐款，按算初5的公布考做。师傅已经先发9万块的慰问金，那同时也安排临托，让家属可以放心的在医院照顾家人。市政府表示，根据法规，政府敢若会当针对重大灾害提供捐款机制，所以无法度协助因募款。不过已经有事先提供9万块的慰问金予家属运用，社工也会继续陪伴因，而且提供法扶的律师协助因来拍官司。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元旦假期哦，台南市环保局接到33件的定情案，有人检举讲有2间公庙的活动上过差咯，甚至到透早3点过的闹热，嘛已经罚款3万块。另外有1间公庙哦，过庭放烟火违反空气污染法，上济是当罚10万块。暗时放烟火是真水，不过3更半暝放是扰乱人的困眠。台南市环保局就接到33件的定情案。这是本地就是一个活动啊，这靠什么？这是正常的一个活动，宗教活动啊。很少没错，常见啦，只要假日、礼拜六、礼拜天假日都有。元旦假期，台南市有2间公庙伫咧温装活动，一间是伫咧半暝放炮马，另外一间是放烟火。这半空中阁出现7彩的烟雾，明显造成空气污染。2间公庙互依照着噪音管制法甲空污法，共罚3万甲10万。因为燃放了大量的鞭炮，产生那个大量的烟火，影响了空气污染。那由于产生了大量的民怨那我们稽查人员现场搜证之后呢，我们分别针对这2个公庙，分别依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第32条，最高可以罚10万元，及噪音管制法最高罚可以罚到3万元。去奉法的公庙是正店拢无要接受访问，敢若强调会改进。事实上，去年规年因为疫情影响，真侪绕境活动拢先暂停。环保局去年敢若罚4件，不过疫情稳定，这绕境活动也渐渐恢复。台南市环保局强调，为着要推动庙会优质化，大成拢会先沟通，也有宣导，伫活动当中也会随看到甲收集证据，若准有违规，也会甲公庙开罚单。记者综合报道。9日大地震造成婚林高溪中澳往草岭一束到架线的道路毁掉，交通中断22档咯。当地民众驶车拢爱加驶半点外钟哦。去年县政府争取到1亿的经费要来修路，预计过年了后2月底会当来完工通车咯。地方嘛将希望讲草岭的观光林条会当搁找回来。中断22年的149架线是过去军人县民来往草岭必经的路段，但为9日伊地动路断后，民众拢需要驶道为南投地上的滩头，行149以线才会当到。路程加出30-40分钟。去年文管处争取1亿的经费征收，将在2月底完工通车。我们努力的在这个工区因为我们经过这次疫情，连续这2年疫情的影响，还有灾害的影响，甚至我们也追加了那个新工灾害工程2700多万，跟中央争取的灾害经费追加在这个工程上，所以我们整个工程一直持续到我们到今年2月底才可以全部来完工干务处表示，149架线的道路修复工程复杂，但为着未来通车后行车安全，在容易放弃的路段，总共增加5处的免隧道设计。至地方的村长就表示，若通车后唔但当减少驶路路程和时间，嘛希望过去的观光林条会当回流。149架线啊，通车了后就对啦。对草岭的一寡咱的观光啦，包括咱的农产品啦，咱要运输迄嘛近观光的人嘛，会使讲对今年开始啊，这件事算倍数的成长，对不对？当地村长表示，149架线是真侪外地的游客，要前往中和风景区、万年峡谷等自然的景点必经的路，
嘛是地方居民生活上袂当欠的重要干道。现在道路拍通后，会当减少一半的路程，如果春节后就会当通车，地方民众拢相当期待。记者为您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南非的国会伫初二发生火灾哦，国会大楼的厝顶拢放落来，加载是无人受伤，现场有抓到一个嫌疑犯哦，嘛等咧调查。伫南非开普敦的国会一直请乌烟出来，附近的路拢封锁。国会这边大火造成的损害比以前更加严重，也引起安全的疑虑。当局认为要对消防安全系统做进一步的检查。Fire seems to have started at the office complex and have gradually spread, and then to the gymnasium. Unfortunately, it has now affected the assembly chambers as well, and very significant damage to the roof of that structure. 随着透早6点外，国会突然间导火，喷水系统无作用，有60位消防员来拍火，不过过程中因为厝顶规个绑来，所有人拢撤出来。公共工程甲基础设施的部长迪利讲，国会伫咧圣诞甲新年期间进行正做过消防演练，迄当阵自动喷水系统是正常的。不过即马发现其中一个水门的开关互人关起来，对监视器看到透早就有人伫咧国会内面行震动，警方已经抓到一位50几岁查甫人，指控伊放火甲入去厝内偷窃。It's a terrible and devastating event. The work of Parliament will carry on. I believe somebody is being held right now and they are being questioned. 总统拉马佛沙俄罗消防员拯救国家重要资产。开普敦国会大楼有3部分，包括180年完工的旧国会，也有1920年甲1980年完成的国民议会。这是国会伫咧过去无到1年来发生的第2场大火。另一边是去年3月因为电器故障引起大火。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由4个党共同组成的荷兰联合政府特别上任了。新的首长名单29个内阁的成员内底有14个是女性。也毋过，伫新政府要上任进前昨有几千人行上街头抗议防疫政策上过严格。因为以前的炭烧，荷兰政府伫去年12月19宣布讲要搁再封锁。正月14进前，商店、餐厅、洗头门店、健身房、佮博物馆、公共场所拢受到真侪限制。昨伫阿姆斯特丹有几千人行上街头抗议防疫政策上过严格，真不满强制因主易封烧。伊嘛甲警方发生冲突，上无有30人红掠，有4个警察受伤。咱再来关心香港顶礼拜香港警方大动作掠走立场新闻的高层，立场新闻嘛随停止运作。昨暗9点半，香港另外一间网络媒体众新闻嘛宣布讲，对明仔载正月初4开始要停止营运了。众新闻是表示，环境恶化，要先保证所有人的平安。香港人委托一家伙仔3个人来台湾做生理定居，拍算要投资移民，不过申请定居半年了，所获台湾的移民署拒绝，理由是委托因翁捌伫咧港府部门工作，有危害国家的嫌疑。我哋生活咗2年，跟住你先話因為我怕你哋會危害到台灣喎，所以我唔俾你哋留低啦。報道在台港人日失敗無奈。香港網絡媒體眾新聞2017年成立，是親反民主派媒體。不過去年底立場新聞的高層被拘捕了，外界就伫咧要講眾新聞會成做後一波被政治對殺的目標。眾新聞也家己宣布，自1月初4開始停止營運。不過伫回國觀望，也繼續反映部分民眾嘅心聲。唔好出聲最好啦，任何説話都有機會有危險。冇㗎啦，呢個煙消雲散㗎啦，啲嘢咩嘢都唔知。眾新聞講，香港傳播媒體生存的環境惡化，已經無法度像以前唔免擔心政治干擾，達到因的理想。眾新聞這隻小隻船佇咧政治風暴內面，就係先確保船頂的所有人攏平安。以後香港人想要發表無共意見的講道會愈來愈少。你睇下政府做嘢就知啦，佢講嘅又一套，做嘅又一套，令到我哋係唔安心咯。成日都好似搬龍門咁，佢話國安法 set 咗之後唔會話點樣，但係即係根本生活係冇話唔同嘅，只不過就係始終都係唔係咁開心啦，同以前唔同咯。大家都明㗎啦。港版國安法實施了，互香港嘅媒體真濟壓力，大家攏驚被政治對殺。眾新聞也真濟1年來，佇香港蘋果日報、立場新聞、香港動媒新聞了，決定要停業嘅香港媒體。
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位伫非洲东北部的苏丹共和国，去年10月发生军事政变，首都的街头示威抗议不断哦，计共已经造成50来人死亡。穆林总统哈姆杜克认为讲伊家己无能力来解决问题，曾主动辞职落台。苏丹军事领袖博罕去年10月25政变夺权，国将总理哈姆杜克软禁伫厝内，一直甲双方达成权力共享的协议，伫11月释放哈姆杜克，搁互伊恢复总理职位。不过，首都卡图姆的街路要求军方欢迎移民的示威活动并无停止。哈姆杜克甲军方调查新政府名单的问题，参详6礼拜了后，至今已经无法度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发表电视演讲请辞落台。 الأزمة الكبرى اليوم في الوطن هي أزمة سياسية في المقام الأول ولكنها تتمحور وتتحور تدريجيا لتشمل كل جوانب الحياة الاقتصادية والاجتماعية وفي طريقها لتصبح أزمة شاملة. 按照协议内容，在大选正式举行进前，会由哈姆杜克所领导的文人内阁担任过渡政府。不过，实际拥有偌济权力是无清楚。加上示威群众表明，因根本无信任军方。1月7日国家独立纪念日这一天，卡图姆出现几千人上街路游行，不是庆祝是示威。 أنا ما راضية بالانقلاب اللي حصل من البرهان. بعتبر الانقلاب اللي حصل ده خيانة للثورة. خيانة للشعب، خيانة للشهداء، خيانة لكل حاجة احنا كنا حلمنا بها. فالانقلاب اللي حصل ده احنا بنرفضه تماما، ونحن حنفضل في الشارع، حنفضل نناضل لحد ما نجيب الدولة المدنية. 同款的场景，隔天佫出现，安全部队发射催泪瓦斯赶走示威者，造成2人死亡。纵向政变发生以来，大小小街路示威有12场，已经造成56人死亡。国土面积非洲第3大、总人口4380万的苏丹，真无简单。第3年前结束30年的强人集权统治，走向民主。这场新的政治危机，不止表示一切恐惊会阁长期甲以前同款，甚至阁面临美国的制裁，对苏丹战车老百姓生活造成更较严重的影响。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 南韩毛民众离开南韩走去北韩，代志是发生伫今年的元旦，伊逃到北韩几啊点之后才互发现。南韩的军方早嘛证实讲，确实有这件代志哦。也毋过，这个脱难者目前的情况安怎是阁毋知影。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伫元旦的演讲嘛一再强调经济的发展哦，无亲像英国拢会讲去拎武器加美国。 到底听过美洲脱北者的事迹了后，南韩军方初二证实，今年元旦暗时9点20分，南韩江原道东部前线为军事区发现一名人士的行踪，佮展开搜查行动。最后证实，这个人已经伫10点40分越境进入北韩。 어제 야간에 동부전선 DMZ를 통해 미상인원 1명이 월북한 상황이 있었으며 현재 합참 전투태세 검열실에서 현장 확인 중에 있습니다. 一名南韩军方官员表示，今次去伫6点40分左右，捌录到这个人越过围栏，也毋过值班人员煞无注意到，正做军方对北韩监控的重大疏失。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无法度确定这名人士敢是也活着，也毋过已经透过军事热线向北韩发出通知，要求予以保护。北韩2020年初，就为了应应新冠病毒疫情，关掉边境，这名人士脱难的行动，互看作是非法。 韩战结束以来，数十年间，大约有3.4万名北韩人为了脱离战车甲政治迫害，走来南韩。这摆的脱南算是罕见。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也伫2020年9月，因为一名脱北者为南韩偷渡转到北韩，佮讲家己感染新冠病毒，就安尼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初二迄天，北韩国营电视台播出一段自动演出的防疫宣导，当局觉得无公开任何确诊案例。掌权10年的金正恩，伫今年 元旦公开单位的时阵，讲到较侪是农具器工厂甲学服的议题，而毋是像永年共款聚焦伫核武甲美国。伊表示，北韩2022年的主要目标是启动经济发展甲改善人民生活。公视新闻黄文莲编译。过
来新闻，咱来看劳动部启动劳工纾困贷款，互受到疫情影响的劳工，也毋过审计部所发现讲，部分贷款的人有军公教的身份。劳动部已经强调讲，已经启动查缉，卖且银行爱补充相关的资料，若属身份有问题，上侪1700外块利息的补贴都爱向政府。受到疫情影响，劳动部启动劳工纾困贷款，提供受影响劳工相关10万，上侪会当贷款3年的加利贷款。劳动部统计，拢总有超过110万人申请，贷出93万外件，金额大约917亿。劳动部是提供超过15亿的利息补贴，也毋过审计部发现部分贷款人有军公教身份，引起劳动部的注意。申请的时候是5月份嘛，但劳保的资料可能是看3月份，劳保不可能有5月份的资料，所以他等于是有可能那之前有打工或者是有工作，后来去当兵了，就要确认他是不是在申请的当时申请的时候是军人的身份。劳动部强调，目前已经启动查核，因为可能出现申请人捌是做工作，后来入伍做兵，造成身份的转换。已经请核贷银行补充相关资料对查，也强调只要是贷款当下无有劳工的身份，都袂当贷款。劳工纾困贷款，军公教是不能够申请的，但是我们现在也在查核那个各银行的办理的情形。那相关的资料，当然如果确实经过查核是有军公教身份的部分，我们就会请银行将劳动部补贴的利息补贴还给劳动部。劳动部表示，若讲属实，就请银行对讨相关1773块的利息补贴。劳动部也补充，若讲是公部门的约聘雇、国营事业等劳工，因为是劳保有劳工的身份，依法是会当贷款的。记者综合报道。农历过年之前会有真侪人准备要换头路。人力银行的调查就发现讲，台湾的专业经理人对未来中高阶主管的工作，拢感觉真悲观哦。也毋过专家嘛建议讲，培养有远端工作能力会有帮助。农历过年拄着转职换头路，人力银行估计讲，这是近2年来上大一波。不二个年纪嘛是转职一个重要的考虑点。担任过日月光资深副总的 Robin， 伊就捌协助公司经营产能来创下新冠了后退休。想袂到讲去年想要去定当职场的时阵，伊已经54岁，找无到理想甲薪水会当到达的工课。我已经到了一个经营阶层，我所看到的部分可能比对方的老板所看到的不太一样，那这种理念上的不同，不再是那个年纪，不再是这个状况，所以一定会想要自己余生还能做什么。中年要换头路，就算讲有专业技术，嘛有可能互少年的这个薪资较俗的取代去。体力嘛是需少年的忝忝，所以讲Robin伊就决定讲要甲改做产业顾问，提供经验甲技术。人力银行调查发现讲，无论是大主管、小主管，危机意识拢是真悬。要来培养接班的人，上界注重的特质，就是爱有这个管理职能。不管是大家对于环境的隐忧，或者是说高阶主管他对于这些承上启下的这个主管，可能他还是觉得他们整个在管理上面啊，或者说在自我控制上面，或者说知识的高度上还是不够。好性情、有主决力、老实忠直、自我要求，还佫有当会担当，这个是调查内底主管因认为讲企业接班手的人，就是爱有这5大特质。人力银行嘛建议讲，确实若是有这款远端工作、人机合作的能力。安尼就会当来提早适应未来坎级较悬的职场。记者综合报道。今仔的天气有较烧热，也毋过拜三又有风面要来，会阁是湿湿冷冷的天气。天气的变化遮尔大，所以要特别注意身体状况哦。这阮警察就统计讲，台北这阮救护案件，去年有85件。天气变冷，身体无爽快的，就占29件哦。有医师嘛特别提醒讲，天气无介稳定，老大人阁有3个的病人，就要特别注意心血管的问题。
来啊，妹妹，来，先吃一点。送烧烧的食面，还有温具冷，虽然伫这温擂台内底，也爱先去先食寡物件。他记得要吃饭。袁景伫边关心，一直提醒爱记食饭，就是因为这查某囡仔规工拢无食物件。进前这温的时阵，因为血糖上过低，雄雄头壳晕，互人插到柜台，伊也来休困。顺道袁景看到向前协助。蔡姓女学生与友人晚上相约于台北车站聚餐，所以早午餐均未进食，导致血糖过低。头脑晕眩。公开台北这份救护案件110年有85件，比去年增加16件。这份警察分析，因为天气寒这原因出现身体无舒适，就有19件。由医师指出，当天气温变化较大。急诊门诊收治患者人数增加至少2成。这一类一个族群的患者，共同的特点就是年纪比较大，那本身有慢性病的族群，像是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那可能之前也有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那这种患者其实在天气冷的时候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入冬了后，到去年年底，台北市因为内科疾病送医到院进前喘气心跳停止案件有282件。虽然消防局无法度判定甲天气寒是毋是有关系，但毋过医师提醒，气温向降低，老大人到3个月民众，较会引起心血管疾病。那天气寒、气温变化较大的时阵，都要特别注意保暖。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受访，有一个民众接到自来水的账单，竟然要4万多块。自来水公司调查表示讲，是因为漏水，也毋过厝主是无法度接受。后来协商哦，自来水公司强调讲会当拍对折，也毋过这个厝主嘛是认为讲安尼嘛无合理。提出家己厝去年5到10月的自来水账单，原本大约30度左右400多块的水费，即马煞增加到2524度，拢总41143块。厝主真受气，向自来水公司申诉，自来水公司也派观察看初步认定水表后公路有漏水情形，不过厝主认为不可能。我刚开始是问他说，这样一起哈，如果1-2个人家用这样子。差不多多少？他说，200到400之间这样。我说，那我们家4万多呢，有没有点那个离谱？单车就表示，厝内连新市区拢接河水使用，其他4个月也无看到大规模漏水情形，将家己的情况放入网络，请社会大众评理。结果双方协商，要将4万多的水费拍折到16000的部分，也安尼破局。叫我不能网络公告，然后也不能诉诸媒体之类的。他说本来可以谈的，后来就是照原价这样。它的管线相当的复杂，可能有接到山水啊，或者是邻居啊这些。第二个就是在它的水表这边，它的三角指针也还在继续在动，那表示说它这个管线是内线的部分是有漏水的。自来水公司强调，厝主输接3条水管线到自来水管线，可能会造成自来水乱栓，而且使用者若讲袂记哩开关配置，根本就唔知影家己咧使用自来水。争议的部分会将水表送检，若讲正常，厝主也是爱付水费。记者综合报道。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用2天的时间，针对离岛的食物、动物、汤托、青年动物等等来做调查，拢总记录到食物有400多种哦，肉禽类有19种哦，汤托类有229种，青年动物有17种哦，其中拢有真侪过去无记录过的物种。绿岛野外的梅花鹿族群目前数量也无清楚，不过东管处伫野外架设的红外3点迄机，日时甲暗时拢翕到梅花鹿，有的会好奇挖近，有的是看到镜头就走开。长期的追踪也记录到港的山丘一年四季头壳顶的角无同时期生长的变化。这是东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委托农委会特生中心伫绿岛进行2年陆续生态调查，未来一旦有开发案会列入评估项目。可以未来作为我们绿岛整个开发的一个相关的基础资料，那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态旅游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东管处表示，这摆的调查结果，食物400多种，肉蟹类有19种，汤生229种，家禽类有17种，也对未来绿岛绿地生物的保护有帮助。包括鹿蟹廊道那怎么去保育生态，然后去做环境教育的一个相关的素材。
南管处强调，这项调查也会继续进行3年，希望将绿岛、海底甲陆地的物种留落完整的官方记录。记者综合报道。伫屏东的来义哦，最近有一个甲帕拉文化守护山崖的展览有关系哦。台湾做的拉人来向民众了解因安怎伫帕拉甲生态达到和平共存，咱做伙来了解。真侪原住民阁保留帕拉的传统文化，毋过要安怎兼顾山崖的保育呢？伫屏东来义的南后四拿，当咧举办一个展览。这是来义的传统帕拉文化协会，展现因这3冬以来安怎守护动物的生态地，而且阁将这款文化继续传承落去。我们最主要是在我们来义乡境内，有5条路线，我们来做这个栖地保育，还有动植物的一个监测，以及山林守护山林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也记录了鸟类。还有这个动物的物种。来义的传统帕拉文化协会是上早以规个乡做一个单位所设的帕拉组织，因制定帕拉的公约，传承帕拉文化，也做山崖保育。昨日阁和平科大合作，做伙守护动物的生态地。譬如讲，说人工的树和水盘，成功吸引飞鼠回来探景。希望透过平地森林园区有比较多的游客可以进来，让更多人能够了解我们这个排湾族的狩猎文化，然后它与山林守护的关系。自然环境受损长的状况愈来愈严重，即马族人毋但守护部落甲文化，也看顾生态，加做山崖守护者，甲动物食物同齐和平生存。透过这个展览，也把这款理念传予一般的民众，望因做伙实现。记者综合报道。果然是中部空气污染上严重的季节咯。台中市环保局公布讲，去年规档用科技执法查到31件小本色案件，涉罚24万外块。也毋过，环团是认为讲，政府应该先针对重大污染源来处罚，展现决心。台中南区乌日大理交界所在，稻仔田清出高烟，民众反映讲最近拢有塑胶味。台中市环保局派空气机来掠臭味的来源，发现讲有人咧烧物件，一寡杂草当中阁有掺塑胶米，才会产生一寡臭味，就来开罚单。2021年，台中市府运用科技执法，拢总查到31件伫咧室外烧物件案件，依照空污法计共开罚24万外。我们就是锁定当时报案的那个大概是什么样的味道，比如说塑胶燃烧的味道，然后还有当时的风向。我们来看说是大概是从哪个方位，我们就来选定说来执行一些空拍的巡飞。环保局表示，有科技器材到3天，对接到报案到实际去掠违法，工作时间会让缩短到半天，提高执法的效率。不过，环保团体认为讲，政府有充足的经费甲高科技的器材，不过却无去掠重大污染源。颠倒是一直咧掠民众伫室外烧物件，若无符合比例原则，嘛是一直咧调查民众。必须对有严重污染的要排第一位先处理。如果对于这一些没有严重污染的问题的，而进行这么大阵仗的处理，那根本就什么就在扰民。杨国正希望台中市府咧防治空气污染，会当用较硬的手段。环保局是强调讲，31件伫室外烧物件案件，其中有2件是代理的工厂咧烧废材料，依照空污法罚10万块；其他大部分拢是种地时阵咧烧杂草、甲粪扫这寡个人的行为。也若是烧塑胶米造成臭味，佫会当加重相关罚5倍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特殊教育学校，今年8月份设光电设施哦，也毋过所有老师指控讲，业者大规模破坏掉校园50多丛的树仔，拢无按照合约，态度阁真恶劣，嘛指控校长违背大家当初开会决定，私底下甲业者和解。设置光电，先顾好校园树木。大声话终止合约，要求厂商爱负责求偿。台中特教学校今年8月起光电设施，却发生大规模来损断学校的插树啊！
老师批评厂商无照合约来行，嘛无得到学校的允准，甲学校50张树啊错甲东倒西歪，灭死东海，还佫咧讲白贼提供这资料来欺骗学校。原则就是不要移树，不要修剪，不要去动到草地，让光电最小化。厂商也答应了哈，结果厂商连学校都没有通知哈，当天来修树的时候。50棵树惨遭毒手。其实我们的合约里面就有定说要按照台中市的那个办法来修树移树。其实我们是对这个树是很重视的。老师讲，校方甲环境做上歹的架势，这个再生能源的发展，无应该是用破坏环境来做开场。同时嘛，要求这个校长伫个事后，伊的态度真极端，无直接来甲厂商求偿，甚至佫违背学校内底的会议决议。伫个仲裁阶段，先是甲这个业者来达成和解，了后校长伊是驳回讲，伊无含厂商私底下咧说，表示讲现阶段就要先甲树啊甲顾好好势。以树照顾好为第一优先。第二个部分，如果说学校有什么任何的行政的疏失，这个部分我们回去会再讨论说怎么对学校做出适当的处置。教育部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个？人员局要不要定？我们这边没有。那请你们定一下好不好？互树协会讲，厂商违反建设局的作业规范，嘛违反合约需要佣金3个月的规定，煞拢无罚则，嘛要求地方政府都要明定罚则。对这件代志，台中市教育局回应讲，看中央未来是毋是会定这个黑名单的机制，互学校有一个依据，避免含这个黑心的厂商会擘大着。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的日月潭因为疫情，团客的人客是真少咯。今仔日月潭观光联名招21间的旅行社签备忘录，要引进国外区域旅游的概念，嘛推出真侪在地伴手，望讲会当过来带动观光的人潮。自疫情拓开以来，观光业都受到严重影响。趁即马疫情较退，日月潭观光圈联名开始推广团体旅游，甲规个南投县七路四地，无论看风景、行铁路、耍文创，拢安排甲好势好势，望吸引到愈侪观光客到地行打。我们现在分为4个区块，有中心文创、台湾之星、太极美地及集集铁道。每一个区块的部分的话，我们又分为各个主题旅游。根据调查，来日月潭观光的团体旅客比例，自从疫情升档了，已经减加真少。随着疫情渐渐缓和，民间观光圈联名主动来牵成，甲在地旅游资源拢总夹起来，第一批成就21间的旅行社合作，望去带动观光的人潮。尤其是这个南投县观光产业联盟，跟包含像旅馆、民宿、观光工厂这些业者，可以跟旅行社这边来做结合。那未来县府也会持续当做这个平台，来持续推广这些行程。那我们已经共同期许，就是从2022年到2023年，我们的团体旅客的比例可以从15.6逐年成长到20%、25%。那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整个旅游市场更活络的发展。日月潭观光圈联名表示，望参考外国打造出区域旅游的概念，除了地方结名来拼观光，佮照无共路线，设计出只有去到在地才买到的伴手，透过联合行销，望拍开南投、台湾之心的知名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三地门的小提琴馆哦，有专业老师来教民众家己做出原住民风格的小提琴，嘛教民众下琴来办演奏会，是真有意思。咱做伙来看卖。囡仔专心用 violin 演奏美妙的音乐，这是屏东三地门的 violin 手创馆。毋若有教 violin 演奏的课程，嘛当家己动手做 violin。因为那时候是我爸爸，他就来这个地方学制琴啊，我就跟他们，他就说有一个机会，要不要跟他们一起去表演？我就说 OK 啊，然后我就来开始一直在这边帮忙拉琴这样子。跟孩子有一个比较好的互动机会，然后孩子在学琴的在拉琴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就有这个学习制作小提琴来去了解更多这种小提琴的生命。violin 的介绍权对真侪家庭来讲拢是负担。屏东县城乡艺文交流协会理事长张美花，因为缘分去熟悉到 violin 的制琴师黄胜安，才有伫乡认识工作坊的手法，望着族人手工艺能力，伫咧 violin 顶面加入原住民族的元素，做出逐支拢是独一无二的 violin。
我们希望我们小朋友拉的琴是我们部落里的人自己做的，甚至是爸爸做给小孩。我们的工艺是很强，那我们希望在提琴的背面跟正面有加注我们的语汇，排湾族的语汇，那就是专属于我们3地门乡的小提琴。那我很希望说有一天呢，能够把这个小提琴跟本地的雕刻的艺术能够结合在一起。经过当半的学习，替家己做的 violin 开演奏会。每一支 violin 顶面拢有关注民族的文化象征，代表传承的意义，嘛，互音乐当中更较有在地的感情。记者综合报道。阮剧团为了今年的台湾设计展，嘛规划大型的台语音乐剧，准备要伫嘉义的旧城区街仔路顶头表演，希望大家来看展览进前会当先来了解嘉义的历史文化。我是谁你都不知道。你不是嘉义人哦。伫街头来演戏，演员一边紹介家己的歷史，一邊呢讀水果。家己在地表演團體阮劇團配合台灣設計展的活動，伫家己市一寡有歷史的景點，演出故事，予遊客認捌家己。因為他就直接在這個地方演出，所以就直接在場景裡面去了解它的歷史。好看。為什麼好看？因為很好笑。家己市的舊城區有誠濟歷史建築甲古蹟，阮劇團經5個所在，伫拜5、拜6禮拜的時間來演出。民眾唔但有台灣設計展通看，嘛會當行讀踅家己。我們也實地的去做了很多的勘察，然後覺得這5個點走起來，整個跟着我們走完這一次的演出，它是會真的是深入嘉義，也希望借由這一點點的演出，可以讓他更知道嘉義的這些特色在哪裡。除了街頭的演出，阮劇團運用家己在地的元素，國際台灣設計展規劃一場大型的台語音樂劇。阮劇團表示，希望來看台灣設計展的遊客，透過演出，會當感受到在地文化的熱情。記者林慧婷嘉義報道。来看法國有一間馬戲團予善食囡仔機會來參加訓練。經過半冬的訓練以後，就予囡仔上台去表演予有愈較濟勇氣去追求家己的夢想。馬戲團布棚內底大人囡仔佇舞台頂懸配合流行音樂表演，活靈嘅表情加美麗肢體動作，予台下觀眾看甲目睭攏袂連長。表演結束，大家攏拍抱啊！規個小小表演者攏流露出自信的表情，你一定想袂到，因是為當地上善車社區來的。Les adultes se disent, t'es un enfant, t'es bon à rien, tu fais ton travail à l'école, après on verra plus tard. Mais nous aussi, on est capable de faire des trucs extraordinaires. 伫法國西南部第4大城圖魯斯，一間叫做阿爾塔的馬戲團，伫2004年成立。經過真濟年環遊世界巡演了後，創辦人決定定居伫家己故鄉圖魯斯。馬戲團就邀請當地善車家庭的囡仔參加訓練。Il y a des enfants qui sont de grandes bananes et pour moi ça me fait penser beaucoup à mon enfance que quand je suis allée à l'école de cirque, c'est des moments où j'ai oublié tout ce qui était de ma vie familiale. 經過6個月訓練了後，舉辦成果展，予囡仔用電台演出。在這當中，一名敢若9歲查某囡仔也佇個當中得到啟發，立志投入馬戲團表演。按算佇2022年進入專門學校展開訓練。On a vu des étoiles dans les yeux et c'est ça qui nous importe. Et ils arrivent toujours 1 heure avant le début du cours. Ils posent beaucoup de questions, ils s'intéressent beaucoup à la technique, aux chapiteaux, aux chevaux, la magie du cirque, quoi. C'est vrai que ça, on le voit à travers leurs petits yeux. 善車囡仔佇舞台上找到自我，因眼中散發的光芒也感動真濟大人。因的故事希望帶予生活條件佇弱勢囡仔更較濟勇氣去找找家己的夢想。公視新聞王碧文報道。下半部的天氣，咱來看各縣市詳細資料。北部地區上低17度，上懸21度；中部地區上低17度，上懸24度；南部地區上低19度，上懸28度。
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2度，上悬21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